2026年1月1號啦，新一個年度嘅醫療券啦，嗰2000蚊就已經發放咗噶啦，同埋仲有獎賞額度都發放埋噶。咁大家啦，點樣先知道而家仲有幾多醫療券呢？如果大家冇裝醫健通呢個 app 啦，咁其實亦都去醫療券嘅網站查詢噶。咁首先我哋去翻醫療券嘅網站，然之後啦就撳查詢醫療券餘額，之後去到下一版，咁大家啦就見到下面有一個叫醫健通括住資助嘅按鈕噶，然之後再撳入去，然後就會去到查詢醫療券餘額嘅界面啦。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咁只要輸入翻受惠人嘅身份證號碼同埋出生日期，最後就撳埋下面嗰個驗證碼，即係跟住隔離呢5個英文字或者數字去輸入，之後再撳查詢餘額。咁呢度啦，大家就可以睇到你嘅醫療券餘額啦。咁醫療券餘額上限最高係8000蚊嘅。咁另外下面呢部分啦，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上年度可以獲得嘅獎賞金額㗎。